跨境炒股的問題跨境炒股的問题。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下一個話題。第二個話題是什麼呢？第二個話題是中歐的博弈中歐的博弈。那么最近我們沒怎麼聊這個中國和歐盟的關係。那麼就在稍早彭博社有一篇文章，彭博社的這篇文章說的就是中國和歐盟之間的一個博弈升級。其實在過去的半年時間中，C919這款中國商飛的大飛機呢，已經在接受歐盟方面的一個適航證的最初的一個認證的過程。那麼現在這個認證過程就是歐盟對 C919認證的過程似乎出現了一些放緩出現了一些這個遲緩，所以中國現在呢去延遲空客飛機的交付。那彭博社的報道提到，過去幾個月，中國民航局放慢了部分空客飛機進入中國投入運營所需要的時間。那麼中國方面解釋，這是一個流程問題只是一個行政流程問題。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中國做出的一個博弈的回應，這和中國國產大飛機 C919在歐盟遇到適航證的這個審批的延遲有關。如果回看公開數據，空客在今年第一季度交付的商用飛機的數量是2009年以來同期最低，就是過去17年以來最低。空客自己也承認，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这一部分的交付的批次中有將近20架本來是要交付給中國的，但是這些即將被交付給中國的飛機，因為行政問題卡住了。今年前5個月，空客只向中國航空公司們交付了16架飛機。16架是什麼概念呢？去年同期也是5個月內，空客交付了47架，47架對比16架，那差距非常的明顯。那報道就提到，為何空客交付被延緩？這就是中國在向歐洲釋放信號，中國對歐洲監管機構遲遲不認證 C919 有一點不耐煩。那麼在過去的半年、1年的時間中，其實歐盟已經開始對 C919 飛機進行了一個歐洲市場的適航認證。那 C919 要進入長期被空客的和波音壟斷的單通道客機市場，有非常大的挑戰和困難。而這個單通道客機市場呢，也是全世界民航客機裡最大的一塊蛋糕。現在 C919 主要還只在中國運營。如果想真正走向世界，你得拿到歐洲航空安全局的認證。那現在 C919 的認證就卡在了歐洲航空安全局。但是我們都說飛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非常重要、非常精密的一個設備。輕機型的認證本來就非常複雜，一般都要很多年。你就算想加快進度，但歐洲方面是否願意快速放行，那是由不得你的。於是中國這邊似乎也開始用自己的市場籌碼來施壓你延緩我的 C919， 我就讓你的空客交付的慢一些。但是這個事情讓空客非常的焦慮，因為中國是全球第2大航空市場，也是空客最重要的客戶之一。按照空客自己的預測，未來20年，中國大約需要將近1萬架新的飛機。也就是說，中國對於空客太重要了这空客很難不在意。那這個空客的對手波音在中國的日子也不好過。雖然川普訪華，波音拿到一筆久違的中國訂單，結束近10年的採購荒，但是這個訂單規模比大家預期的要小得多。而拿飛機的適航認證當談判籌碼也並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不新鮮。在今年早些時候呢，其實美國總統川普也威脅過要對加拿大飛機加徵50%的關稅，要取消加拿大的新飛機在美國的適航認證，直到加拿大批准美國灣流公務機。在幾周之後呢，加拿大的監管機構也批准了相關的機型。所以這是一場圍繞着空客和中國商飛 C919 的博弈，那是超越了
簡單飛機交付的問題，是航空制造業的話語權之爭。那 C919 要走出中國，最明智或是最有可能實現的一步啊，就是和歐洲進行這個認證啊，必須跨過歐美認證這道門檻。那麼可能這個北美的適航認證要比歐洲的要難取得一些。現在所以 C919 一開始呢是先選擇爭取拿到歐洲航空安全局的适航認證。但是可能 C919 觉得比较心急啊，他們是被報道是以這樣的方式啊來向歐洲航空局進行施压，那希望 C919 盡快的獲得歐洲的适航認證。那這其實也是中歐這一段時間這種一個博弈的故事的一部分。那因為最近我们没有提這個中歐關係。但是過去的這1-2周啊，歐盟圍繞着到底該怎麼和中國相處這個話題討論的非常激烈啊，有很多重量級的報道。簡單來說呢，就是歐洲現在仍然對中國處於一個又愛又恨、又打又拉啊，非常糾結的狀態。那麼這2天最關鍵的一個報道就是歐盟委員會正準備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貿易措施，要計劃在6月下旬的歐洲理事會，就是歐盟領導人自己的一個峰會上，向各國領導人要求授權啊，要推出新的貿易工具來應對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啊，這是中歐關係即將到來的一個重大的時間點。除了這個大動作呢，歐盟內部這幾天還在討論幾個關鍵的中歐問題，比如說電動車的關稅問題啊，這個所謂的去風險化以及新工具的準備我們這一段時間的直播沒有提，並不代表中歐關係是趨緩了或是怎樣了中歐關係仍然在一個升溫的博弈之中不知道何必先生有沒有關注到相關的文章相關的報道。德國的這個經濟部長最近幾天在訪問中國就是保護這個德國自己的企業同時呢，希望跟中國有更公平的這個貿易合作關係現在中國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所以這位經濟部長去訪問還是很重要的。不過我看到德國之聲有一篇報道裡面就講到就是各路人物都說這個經濟部長到北京要強硬一點，強硬沒有問題但是問題是你得有本錢強硬你不強你硬什麼硬對吧？歐洲現在的問題就在這個地方，歐洲的工業基礎，歐洲的消費能力，那可以說在全世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問題是歐洲被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一些非常低能的這個政客被這些膚淺的民眾一次又一次的選上政治舞台，媒體又在裡面煽風點火，讓歐洲在這一場新的工業變革中間越來越走向一個劣勢。所以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拋棄這個歐洲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中國和歐洲的關係不一樣中國和歐洲沒有征服天下的這種必要性，歐洲跟中國沒有能力來征服天下，歐洲也不想征服天下，歐洲人現在只是想着別被你們美國人欺負得太厲害而已。那基於如此的話，中國和歐洲應該有更務實的合作關係中國和歐洲現在弄成這個樣子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但是形勢比人強你互相牽制的這個力量擺在這個地方，你如果說你要這個故意卡中國的這個商飛，對不起，我就對你的這個空中巴士我可以慢慢來，又怎麼樣呢？對吧？又怎麼樣呢？那這個裡面就是一個平衡關係。中國現在把這個踩高和其他的事情掛上高，中國現在變得比較精致他們叫什麼？叫精致利己主義者中國現在就是這個樣子，對吧？它開始精致了，不是那麼粗糙了中國的商飛毫無疑問未來會對
空洞巴士和这个波音呢形成这个压力，只是说这个时间在哪个点，也许是在20年之后，也许是在30年之后，也许在10年之后呢，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商会将会对他们形成压力，所以他们在这个一些手段上这个杀小明堂是可能的，但是这个是長久不了。你今年不批，可能5年以後也得批，對吧？那個時候中國的商會可能更厲害，是有可能性的交易嘛，現在是個交易的時代，對吧？你砍我，我砍你，然後再雙方再坐下來，找到一個中間值，我覺得中國和歐洲吧，沒有那麼大的一個衝突沒有那麼大的一個衝突只要歐洲人多一點有世界觀有前瞻的這個政客出來，很多事情就比較好辦。現在討厭的就是媒體媒體就是居高臨下，對吧？唯恐這個天下不亂這個是對歐洲的政客的遠見造成一個傷害。希望他們能夠醒一醒別再玩這些意識形態的舊把戲了，沒什麼用老老實實來做生意，老老實實來進行交易。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認為歐洲還是有力量的。歐洲只要拋棄這些東西是有力量的。當然，你具體到真正的商業來講，歐洲也是有它的壓力，因為面對中國這種規模化、這種生產能力，你無法抵擋。中國現在是贏家通吃，不是贏家通吃它是什麼都吃，對吧？就是它不能說完全是贏家了，它是一個強者從高端到低端都吃。你這個對於這個歐洲這種工業規模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打擊。歐洲它警惕和小心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強大。你自己不強大就會落後。以前你們居高臨下看中國，現在中國已經強大起來了，而且已經超過你們了，在工業能力方面，這是一個鐵打的事實。不管有一些華人是什麼心理，想去掩蓋這一點是沒有用的形式和數字把的這個地方老老實實交易吧。中國也應該更誠懇的對歐洲人也應該以更平等的心態和中國進行交易這個東西是遲早要批的，越晚批你可能遭殃更大中國就故意跟你拖嘛，對不對？少買一點空洞巴士就是嘛。空洞巴士這幾年搞得不錯對不對？對這個波音壓力很大，好像有時候的數字比這個波音還好看要抓住機會。感謝何斌先生的點評以及補充就關於中歐關係其實我們有關注到很多的新聞，只不過受限於篇幅呢沒法跟大家一一呈現。那麼這是一個過去24小時帶出的一個巨大的話題，因為大飛機大國重器，大家關心的人呢比較多。那接觸這第二個話題，進入今天